支付安全法 （SOPA） 是一種強有力的法定機制，旨在確保現金流建築行業的生命線保持不間斷。根據該法案提出的支付請求，遠不只是簡單的發票，它是一個法律出發點，創造了對進度復盤的法定權利。無論您的合同是書面還是口頭的，通過包含根據2002年建築和施工行業支付安全法提出的強制性聲明，您將以從緩慢的法源轉移到一個新支付後爭論的快速通道系統，此即是整個資料中最關鍵的要素，因為索賠的權利僅在參考日期或之後產生，這個日期通常由您的合同確定，或者如果合同沒有說明，則在工作開始後的每20個工作日發生。在維多利亞州，您通常有3個月的時間窗口從該參考日期開始提交您的索賠。如果您錯過了這個窗口，您將失去在該特定工作期間使用該法案加快回收程序的能力。錯過這些嚴格的截止時間，對雙方的後果都是嚴重的。如果索賠人遲到，他們的現金流會被凍結，直到下一個有效的參考日期允許他們將未支付的金額轉入新的索賠中。然而，未能對索賠作出回應的建築商所面臨的後果更加嚴重。如果回應方在10個工作日內未能提供支付計劃，他們將對整個索賠金額承擔法定責任。在隨後的強制執行程序中，建築商通常被禁止提出任何合同辯護或反訴。他們在被允許在另一個論壇中爭論出現或延誤之前，法律上必須全額支付債務。支付安全法就存疑列在固定軌道上的高速列車。如果您在參考日期車門打開時不在站台上，列車會在沒有您的情況下離開，您將不得不等待下一個月週期來回收您的費用。但如果建築商未能在10天的限期內拉動支付計劃的剎車，那麼那列貨車將以法定債務的全部重量衝破他們的防線。